有人問可唔可以講下有肌肉嘅好處？好簡單啫，型咯，搭馬咯，巴閉咯，英雄主義咯。你諗下，你一個人企出嚟走去晒馬，沙煲咁大個拳頭，邊個敢恰你啊？講翻啲題外話，肌肉咧係人體入邊咧最大嘅內分泌器官啦。喂，唔好嘈啦！肌肉咧係人體入邊最大嘅內分泌器官，每次運動肌肉收縮嘅時候咧，都會分泌幾百種激素。嗰啲激素咧可以幫你促進新陳代謝啦、燃燒脂肪啦，同埋可以抗發炎啦、抗衰老甚至抗癌添。同埋咧，肌肉可以提升你嘅基礎代謝率啦。即係如果你練多啲肌肉嘅話，就算你坐喺度乜都唔做，都係會比一般人坐喺度燃燒更加多能量嘅。肌肉可以幫你調節血糖，因為肌肉咧係身體入邊最大嘅糖分儲存倉庫。當你食完啲嘢落去咧，變咗做葡萄糖咧，首先係會存咗喺肝臟同埋肌肉入邊，有多先會變成脂肪嘅。咁所以咧，當你練多啲肌肉啦，即係你個倉庫就會大咗啦，咁你就會更加多食嘢嘅 quota，唔會咁易有肚腩啦。仲有可以預防肌少症。因為去到30-40歲，如果你唔運動唔鍛煉咧，每年都會有大概1%嘅自然肌肉流失，去到60-70歲仲會加劇添。有啲老人家咧，因為有肌少症啦，所以佢哋行路或者企起身都有困難，甚至好容易跌親添。咁所以咧，除咗後生嘅時候要儲定啲錢退休用啦，都要儲定啲肌肉。咁到時老咗先可以有心有力攞旅遊卡嘆世界噶嘛，係咪先？